台湾甲印度2月底完成移工合作备忘录 MOU， 第30天内底就要报行政院备查。劳动部长柯明春今仔是强调讲，目前规划先针对营造农业来小规模试办，什么时阵要开放，人数偌济，爱个讨论。柯明春是正肯定印度移工的素质甲工作表现。 台湾引进印度移工话题要持续咧增加。台湾甲印度伫2月底完成 MOU 换文，要伫30天内报行政院备查，再搁送立法院查照甲公告。劳动部长柯明春初日去立法院做专案报告，针对皮肤色小我的言论引起争议，搁一概强调讲绝对无歧视的意思。因为用语上不是太精准哦，那有造成外界的误解哦，那当然也有一些纷扰。那在这边我也自己深切检讨哈。不过，南亚立委以外国网称，伫咧印度履行防性侵等等的案件，烦恼引进了后对台湾治安的影响。一直进来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就业？妇女同胞最关心是治安。放引进移工的行业，雇主必须进行依照我们目前国内的薪资条件去进行招募，找不到人，他才可以进移工。住的女性中有6%就遭受过这个性暴力的对待。台湾来工作，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没有犯罪记录的一个证明，一定要提出。所以就是说，就是我们所谓的良民证啊，我们要确保他没有治安的疑虑。立亚立委认为讲，民众对印度移工来台湾的细节是真无了解，也烦恼敢会冲击到本国劳工的就业。外劳的警戒指标的资讯非常不透明所以想问的是就会让大家带风向的人带风向。现在对于这个移工如果说还需要警戒指标各方面需要进一步了，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那未来这个台印会用多元的管道。 让大家来知道。针对各界的议论，柯明春强调讲，伫外国1800万的印度移工，程度甲工作能力拢真受肯定，犯罪率嘛低。也强调讲，未来完成备查了后，甲印度召开工作层级的会议，包括讨论人数、行业、甲来源地等等，只要印度移工符合条件甲需求，拢真欢迎。记者综合报道。